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9，箴言22章40安尼讲：谦卑敬畏耶和华的保守，就是好业、尊贵、活命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谦卑敬畏你，就通得好业、尊贵、活命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圣洁、满慈爱甲信实的上帝。你想使阮活命，供应阮的需要，也用稳定引带阮一生的道路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借着耶稣基督拯救阮，互阮无搁倚靠家己，乃是互阮通知影来敬畏你、亲近你、倚靠你，来活伫你丰盛的稳定中间。主啊，求你除去阮心中的骄傲，互阮存着谦卑的心来甲人做伙，帮助阮无埋怨、无灰心，乃是谦卑听候你的带领。求你互阮无掠世界最要紧，乃是互阮用敬畏的心来服侍你，也互阮用听来款待人，互阮因为安尼，通真做荣耀你、祝福人的活命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